来到历史博物馆空快展览厅，若无人带，起来是倒垃，真容易错过嘛抓无重点。只是询问接受过专业教育训练的职工朋友，就是你真好的选择。据我了解，目前馆内总共招募274位职工，真侪拢是退休的人士，继续发挥热情来服务大家，会让看出因对台湾这片土地热爱。当然，有社会人士认为，伫遮学历史甲人际互动是真难得的经验。我原底伫公部门嘛，中西区公所，在民政课嘛，民政课，然后阮拢本地，我本身是在地台南人啊，所以对台湾有一个历史感情。对于博物馆本身，我自己觉得它也是蛮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场域。那再加上说这边可以接触比较多的一些人群，所以其实我会比较应该说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才会选择进来这个地方做服务这样。台湾历史博物馆经过东莞大规模更新，1月8号开始就将重新开播，所有职工嘛将重新排班，继续徛伫因的位置来服务。一来见证博物馆改造以后历史镜头。台南新闻，军之何乔邦采访报道。